建沟渠的工人已经今天到位了啊，2个大巴车，今天建沟渠的工人杨岗子、姚大喜啊都有啊，看到没有？今天下午到了，老家都天黑了。抖音。这是哪里呀？这是哪里？这里是奇妙的阿都市。这是哪里呀？这是哪里？漂泊在人海中，寻找梦想的灯塔，奋斗的历程里。似水年华，我们为了梦想历经风吹雨打，压力山大也要一起奔发，坚定信念汇聚海角天涯，激起浪花永做王者的沙。抖音。抖音。